第一课，玛利亚真实的故事。这是玛利亚真实的故事，这是天使真实的故事。玛利亚看到一个天使，伫伊的厝内，玛利亚看到一个天使。天使讲：玛利亚，你要做老母。玛利亚，你要生一个囝，伊的名是耶稣。玛利亚讲：我无丈夫，我袂通做老母。我无丈夫，我袂通生囝。我无丈夫。天使讲：你通做老母，你无丈夫，总是你通做老母。天使讲：你无丈夫，总是你通生一个囝。上帝要互你一个囝，上帝要互你伊个囝。天使讲：伊的名是耶稣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你要做耶稣的老母。玛利亚讲：我无丈夫，总是我通生囝。上帝要互我一个囝，上帝要互我伊的囝，伊的名是耶稣，耶稣是上帝的囝。上帝做伊的天父，我无丈夫，总是上帝是我的囝天父。玛利亚唱讲：我的囝的名是耶稣。玛利亚唱讲：我要做老母。玛利亚唱讲：我要生囝。玛利亚唱讲：伊的名是耶稣。玛利亚唱讲：耶稣是上帝的囝。这是玛利亚真实的故事，这是天使真实的故事，这是耶稣真实的故事，这是上帝的囝的故事。